欢迎大家收看基础级认真得分策略。一开始，我先让大家了解考试的题型。考试分做3部分：听力测验、口语测验、阅读测验，全部会用电脑来做。考试的时间总共30分钟。接下来，我就会照了顺序，让大家来了解所有的题型。是讲上爱知各较多的学语能力认证的相关信息，请到我的网站来看。一下，我先来看听力测验的得分策略。听力测验分做2种题型，一个是单句理解，还有对话理解。无论我做哪一种题型的时间，我就会请出关键字。那这2种类型的题目呢，我们都可以分作图片题，还有纯音档的题目。题型1：单句理解，请你要根据你听到的问题，选出比较适合的图片或者是答案。那每一题都是单选题，然后每个题目呢都会念2遍。记得哦，我们不用等音档，我们就先看图片，让自己有心理准备，等一下要选什么选项。接下来就是要听题目的关键字。我们来看这个例题。下边那张图是做嘅东西。这个题目的关键字就是做诶，做诶就是竹子，哪个是用竹子做的东西呢？于是我们再选出照片1这个选项的答案。单句理解的第2种类型考题是，题目和答案都没有文字，只有语音选项。所以你一定要先认真的听题目、关键词，才能选出正确的答案。这里的题目跟选项都会一口气播放完，并且连播2次。所以就像刚刚说的，你要想办法把题目的关键词听清楚，再对照选项，你才能够判断哪个是比较合乎题目的条件。我们来听听看例题。头下吊顶講來講去，天見搖，有可能發生乜嘅事情？1. 天同 2. 火燒鑊 3. 做太歲。大家有聽到這個題目的關鍵詞是乜嘅冇？這個題目是在形容一個狀況，要大家猜猜看可能發生什麼事情，所以能聽懂題目中形容狀況的關鍵詞就非常重要。這裡的狀況是電會講，天會搖。抓到關鍵詞後，我們再來聽所有的選項。選項有天同、火燒鑊、做太歲。所以根據題目的關鍵詞，我們對照出來的答案就是1. 天同